呢個宣佈之後，相信而家慢慢發酵啊，好似做醬油咁，留喺呢個團結政府入邊。但係愛思考嘅是否我哋嘅議員會唔會繼續擔任呢個部長以及其他嘅職位？民間團體分析家慢慢有人提出佢哋嘅見解同埋意見。基本上，黨作出呢個決定係因為黨認為團結政府執政已經超過3年嘅時間，人民個期望比天更高，但係睇到嘅改革是否滿足人民嘅要求，我相信呢個係關鍵嘅討論嘅地方。